是像咱的啦，到底是有影无影啦？哈！小姐，你毋是甲恁阿兄讲，你住伫遮较有温暖，较有人情味。所以恁阿兄听你讲了后，伊决心要来遮试讲，啥物叫做人情味？真是哦。哥哥，你哪安尼啦？你要接受人的意见啊？我先打电话互人知影。啊，你穿啊，害我惊是真是有影就要哭出来，你知无？免烦恼啦，啊，我若真是敲电话互你吼，安尼这出戏演起来要来迫真。哎，你看阿娇，你看总经理甲我穿安尼有落魄无？有够落魄无？安尼是足成的啦，但是吼，哎呀，你是董事长呢，穿安尼足委屈的吼。哪有法度啦？啊，为着我的宝贝小妹的安全啊，而且吼，我嘛想讲要来经验一下，啥物叫做温暖。哥哥，我是真欢喜哦，你接受我的意见啊，啊来体会一寡吼人的人情味。但是吼，你要来就好啊，那都爱搁叫经理来咧，啊公司要安怎？哦，这你放心啦，公司的代志吼，我已经还入总经理的手下吼，伊会办好势。假使讲公司若有代志吼，伊嘛会敲电话兄。是啦，小姐，你放心啦，我吼会定来甲公司联络。安尼吼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哥哥，行，咱入来去吼，行。哎，等，你讲，小等下入去吼，继续搁再播。我知影。来啊来啊来啊！来酒酒。对啊，是讲阿娇啊，恁哥哥都既然敢来，毋就叫伊来同齐用餐啊。嘿啦嘿啦。恁大家真失礼啦，阮阿兄公司破产啊，我无心情食。哎哟，阿娇啊，公司倒伫要算啥？啊，最近呢，咪倒几片呢，对不对？公司倒归倒，北倒归北倒，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歹势啦，恁的心意我心领。确实我即摆吼，无咧心情通好食，我就通好陪恁，歹势。啊，既然你若甲讲无心情通好食吼，无安尼啦，阿娇啊，我内面还阁一间空房，你去拼拼咧，互恁阿兄去遐住。许我阿姨安尼敢好？好啦，当然个。妈，我来去甲斗拼。对对对，来来，徐婉来，来，我带你来去。讲这人也足奇怪，迄较早阿娇拄来的是安尼吼，讲话敢若天价咧安尼，下下叫咧。啊，即摆一个因阿兄失败尔，哇，一只煞袂输，敢若温州鸡啊咧，甜足足。所以讲吼，人拢是安尼啦。臭屁的时阵吼，就毋知影讲落魄咧可怜啦。啊，等即摆落魄啦吼，才知影讲为臭屁用偌好啦。对对，无管咱小玉定来咧讲啊，讲摇摆无落魄的久啊。毋过哦，因即摆两个可能要倒咧遮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啦？这要安怎？我跟你讲哦，咱来想哦，人个阿娇对咱的袂歹，对不对？虽然讲因大兄对咱过去有误会发生，但是咧，咱都要原谅伊，因为咱都要有孝法，孝法就咱的历史伟人，参照蒋公忠正先生迄款的雄心开阔的度量，参照咱蒋公领导咱抗战8年了后，日本虽然战败。杨过伊也无甲要求到半线来赔偿咱，这就是以德服人、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。但是最不应该，就是日本竟然目前还阁唔将钓鱼台还咱，这就是使我上界头疼的一层。我是讲啊，无够感人啦，无够感人，我阁讲一段面，求你靠多万你顿下。无，小等下吼。倒酒汤，你即摆扫到倒去哈？我讲安尼。咱即摆咧讲阿娇因的代志，你是拉对倒去？安尼啊。过来遮济啦！好啦，得行。过遐尔啊济，我要困去。真正听了就要变白。话搁讲到转来吼，咱照这个道理来讲吼，唔管安怎，绝对爱互因兄妹啊，感觉讲咱这阵人吼，才有人情味的咧。对。我想安尼啦，伊即马住伫遮顶，无心无情，安尼啦，咱大家拢轮流，逐工都甲伊请伊来去食饭。大家用，免客气。多谢哈，多谢恁大家哈，即摆阮阿兄来安尼，互恁遮尔热心招待，多谢多谢。免客气啦，我拢开会拢讲过啊，尽量用无要紧。对啦对啦，做你尽量叫尽量食，吼，无够搁叫搁叫。多谢多谢，唔免啦，哦，我已经食足饱。
哦，我唔知影讲来住伫遮吼，遮尔好着，遮尔温暖啦。但是话佮讲倒转来吼，阮阿兄若要继续住落，安尼毋知会甲大家做做着无？哎呀，袂啦袂啦。哎，人咧讲啊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对不对？这互你感觉讲友情的可贵伫倒位啦？对。我吼听你这句话吼，我真正欢喜的。我甲你讲吼，以后恁若有啥物代志吼，做恁来找我一定甲恁斗相共。哎呀，嘿，你若爱讲即个话啦，啊，你都爱人甲你斗相共啊，啥物你甲你讲要甲斗相共？歹势，我捡袂记哩啦。我甲你安尼，我总捡袂记。冇紧。啊，你若从今以后你做继续倒来这个所在啊，食的、穿的、用的拢看我。我伫菜市仔咧开猪，我绝对负责互你啉猪肝汤，搁配猪脑，食猪尾溜，再搁配猪肩。那酒桶啊，真正诚心的，啊，若欠所费，找阮兄弟啊。多谢，真多谢吼。安尼啦，我无啥会啉哦，我代表阮哥哥甲恁说多谢。赞，今日讲食烧酒哦，我看酒病，过来刷摊，我要倒拢来去。好，来去，来去。卖臭单，你甲尾欠2元，伊搁还袂还咧，搁要算摊。那咧后尾就脾气啊，我欠伊的人都袂记啊，伊共欠方欠啊，遐久啊记。你会过命赞。好啊，我看恁逐个拢酒醉啊，莫可去刷摊，倒位你紧转去啦，毋妥你若见哦，较等找无人的红毛哦。哎，唔要紧啦。好啦。